第234篇，口出恩言。以弗所書4章29節，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，叫聽見的人得益處。喺現今社會，粗言穢語經常被視為一種幽默或者娛樂。例如喺一啲棟篤笑或者喜劇表演入面，主持人會刻意講粗口嚟博取觀眾嘅笑聲，觀眾聽完哈哈大笑，對呢種粗俗文化不以為意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亦都習以為常，好似粗口已經成為娛樂文化嘅一部分。另一個例子就係網絡社群平台，好多人喺留言或者發表意見嘅時候，隨意使用侮辱性或者粗俗嘅字眼，認為咁樣能夠表達情緒或者吸引注意。但係呢啲言語往往會造成傷害，甚至引發爭端，破壞社會嘅和諧。有人因此心靈受創，甚至唔敢再參與公共討論。然而，聖經提醒我哋，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。言語唔單止係交流嘅工具，更係行為嘅一部分。佢能夠造就人，亦能夠摧毀人。父母對孩子所講嘅說話，就係最明顯嘅例子。有啲父母一開口就係責罵同批評，甚至粗言穢語，只顧發洩情緒，完全冇顧及孩子嘅感受。呢啲說話唔單止深深傷害孩子嘅自尊心，更可能令佢哋一生都活喺創傷之中。但係亦有一啲父母，每一句說話都充滿鼓勵同愛心，能夠建立孩子嘅信心同人格。朋友，講說話嘅權利喺你自己手中，你可以選擇沉默，亦可以選擇講造就人嘅好話，但係一定要避免污言穢語，因為呢個唔單止係社會禮儀，更係聖經嘅教導。當我哋經常口出恩言，就能夠使聽見嘅人得益處，呢個先至係蒙神喜悅嘅行為。